Hello，大家好。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下點樣扭五瓣或者六瓣嘅氣球花。扭呢個五瓣花或者六瓣花嘅方法咧，其實係一樣嘅。咁影片咧，我主要係示範五瓣花。六瓣花咧，只不過係扭多一塊花瓣啫。咁頭先嘅氣球花咧就係單色嘅，我而家手攞住呢對咧就係有唔同顏色嘅花心啦，有綠色嘅花徑同埋樹葉，咁就靚啲。呢一款嘅製作方法咧，我都會示範嘅。咁我唔講咁多啦，依家即刻開始。首先準備一條長條氣球啦，尾部就留7隻手指闊。咁注意扭嘅時候咧，要一邊扭一邊趕氣嘅。首先扭一個6隻手指闊嘅單拋作為參照鎖氣。咁我哋跟翻第一個單拋呢，就扭翻一個同樣大細嘅單拋出嚟，然後彎曲扭成一個環鎖緊。咁第一塊花瓣呢就完成啦。接住呢，再參照翻第一個單拋，扭翻一個同樣大細嘅單拋鎖氣，都係彎曲扭成一個環鎖緊。好，咁第二片花瓣咧都完成啦。咁注意每次咧都要趕一趕氣先再扭嘅。然後我哋再參照第一個單拋咧，扭一個同樣大細嘅單拋鎖氣，彎曲。我哋將個鎖氣點咧壓到去個中心嗰度，然之後翹一圈。咁呢個咧就係第三塊花瓣啦。相同嘅步驟咧，我哋重複多一次就得啦。咁如果做六瓣花嘅話咧，就重複2次。咁呢一個環咧就係第4塊花瓣。好，而家咧就做最後一塊花瓣。咁就將第一個6指單拋咧調到去啲花瓣嘅中間啦，然之後彎曲拉住個氣序咧喺中心點嗰度咧翹2圈，咁整理好啲花瓣嘅位置，整翻靚佢。咁花瓣部分咧就完成噶啦。我扭一個2指闊嘅單拋咧做花心鎖氣，然之後翹2圈。好，就係咁樣啦。單色嘅五瓣花咧，我哋就完成啦。如果想扭箭嘴指住嗰款嘅話咧，咁我哋扭完花瓣嗰部分咧，就要將剩低嘅氣球放氣嘅，即係而家箭嘴指住嗰部分，我哋就放咗啲氣佢，然之後翹中心點2圈，將多餘嘅球皮咧剪走。扭花瓣嗰個步驟咧，我就唔重複啦。而家咧就從扭完花瓣之後開始示範。咁我哋準備一個唔同顏色嘅單拋，將佢套落去個中心嗰度，翹喺中心位置。咁樣呢，我哋就有咗一個唔同顏色嘅花心啦。然後呢，就準備一條綠色嘅長條氣球做花徑啦。我哋將個氣序咧套入去花瓣中間嗰度，然後翹2圈，然後咧就喺適當嘅位置咧扭2個4指闊嘅橫拋作為呢個樹葉嘅。
咁調整翻嗰啲葉嘅位置啦。如果覺得個花徑太長嘅話呢，我哋就可以喺適當嘅位置呢鎖起嘅。然之後呢，將尾部嘅氣呢就放走佢，打結，然後剪走多餘嘅球皮，完成啦。咁兩款氣球花嘅做法咧都唔難嘅，大家有機會嘅話都快啲試下啦。今日嘅示範咧就到呢度啦，希望條片對大家有幫助啦。多謝收睇，拜拜。